大家好啊，歡迎你又返嚟林教頭運動小教室啦噃。好，今日我攞住一嚿咩嚟㗎？小啞鈴。嗱，今日呢就分享3個小技巧俾你認識。咁又係咁細個啞鈴，日日舉啊，老鼠仔都唔會走出嚟啦。不過最緊要呢，今日講嘅題目呢就係你都成日遇到嘅肩膊痛啊，又話肩周炎啊，咁你攞住2個小啞鈴呢，就可以幫助回復翻你膊頭嘅青春嘅。你冇啞鈴啊，其實好輕嘅啫嘛，水樽得唔得呢？今日做嘅動作呢，就只係拿住2嚿有些少重量嘅物件。咁我呢2個呢，其實就係3磅重嘅啞鈴嘅啫。啊，工具就預備好啦，仲爭啲咩呢？就係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同埋 share 埋呢條片俾你關心嘅朋友。第一個動作，雙手托住個啞鈴，跟住擺隻筋，一齊向上咁升起，落返嚟，一齊慢慢向上升起，又慢慢落返嚟。咁持續咁做，我哋可以做15下。咁留意隻手啦，咁啊少少直嘅啫，就唔使曲晒。咁同埋動作要比較慢。好，第2個動作，望望先，個啞鈴呢就打直嘅，我隻手呢就咁樣方向嘅。好，開始嘅時候呢，2個啞鈴就放低，其中一隻手就上咗嚟先，就去到肩闊，跟住另一隻手再上嚟，跟住落返去雙手，咁就為之一組。好，另一隻手上嚟，再上嚟，再落返去，為之完成第2組。咁重複咁做，咁都係咁講啦，同第一組一樣，做15組嘅。OK， 好啦，第3個動作，攞啞鈴嘅時候呢，個啞鈴呢，今次係打橫嘅，望一望我嘅手掌啊，向下咁嘅。好，開始嘅時候，一隻手上嚟，又係肩膊啦，另一隻手上嚟，再雙手落返去，到另一隻手，雙手落嚟，咁一路做啦，咁都係15組。得唔得？嗱，睇到玩到天黑啦。嗱，最緊要注意呢，3個動作攞啞鈴嘅方式呢都唔同嘅。如果睇唔清楚嘅話呢，回帶睇一睇。嗱，你就一定要跟住做噶啦。都係講嗰句，如果呢條片幫到你少少嘅話呢，都請你撳個 like， 同埋分享埋俾你最深愛嘅朋友，同佢一樣，一齊咁健康。好啦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